下年伫要到全台湾各地拢有下年暗会。台中就4场，台中市政府就统计讲，12月31迄暗，台中的旅馆订房率已经超过90%，也那一寡风景区附近的旅馆嘛，拢已经客满，已经订啊。民众即摆是较烦恼讲，到时安尼交通敢会拍角？市府是表示，已经有规划相关的措施，会来消透车流量，也有人停。天气这么冷，工人伫打活动舞台。年底跨年暗会是春无一礼拜，台中市政府伫主场地中央公园当地无用布置，因为今年台中有4场跨年活动。观光旅游局是统计30间旅馆的数据，31迄暗订房率目前是有到91.8%这么悬。一堆人来台中跨年，民众嘛烦恼像是在塞车，有望会过来。交通套应该是一定的，有住附近而已，然后。当天晚上其实小巷子里面都非常塞，就会担心就回不了家。如果出去一下，不用走路的真的没办法动不弹不得。市政府办的都不错啊，对，有接驳车啊，都有安排动线都，市政府都安排的不错，对，还算有信心的。对，2024幸福龙来台中跨年夜重磅登场。除了中央公园有韩国 hip hop 的女王 Jessie 第一摆伫国外做跨年巡演，就在棒球场还有天团5月天来表演。内部农园有无天伦的艋舺表演，配300秒密度正悬的宽众宴会。内山含各县地区嘛有泰雅族的跨年暗会，这活动边仔的旅馆嘛差不多拢封订满啊。台中市交通局讲，因为中央公园的暗会含就在棒球场的场地较晏，会鼓励民众坐捷运，才阁行去中央公园，因为有3条免费的接送路线。捷运会营运到凌晨2点，市区公车10条的公车路线来配合延后收班，交通非常的便利。同时，今年有300秒的烟火，烟火的主题呢是和平祈福。市府强调讲，中央公园跨年暗会接送车分做市府线、松德线和水南线，提供予坐高铁、台铁来的民众会当坐。其他3个暗会边仔嘛拢有公车服务，10条市区的公车路线拢会配合延后上班。另外，捷运绿线会延后营运到半暝2点，来全力疏运旅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